好多朋友喺學習占卜嘅過程入面，基本上學完晒啲牌意之後，用普通嘅時間流牌陣做占卜都會掌握得好好，但一去到啲大牌陣占卜就會企咗喺度。懶仔個人對於點樣可以練好大牌陣嘅占卜都有一啲心得可以分享到俾大家嘅。首先要準備好紙同筆，抽好牌呢，就可以打開牌意嘅筆記或者書本做參考，然後將每張牌對應問題嘅關鍵字眼抄低。咁樣除咗可以加深對牌意嘅記憶，喺抄寫嘅過程亦都可以同步思考埋唔同嘅牌放喺唔同嘅位置可以點解讀，同埋可以留意下有冇啲牌有類同嘅意思，可以串聯解讀，令揾到更加集中嘅信息。做個例子俾大家睇下，呢個係一個高階關係牌陣，左邊係問卜者嘅狀態，右邊係對方嘅狀態，中間係互動，上至下分別係理性、心靈、環境。首先第一個技巧就係單牌解讀，我哋可以逐張牌去解讀。例如喺心靈嗰層，問卜者嗰度見到世界牌，可以解問卜者覺得對方係個願意理解自己同包容自己嘅人，而對方嘅位置出現咗吊人，代表對方對問卜者好無私奉獻，願意不求回報咁付出。中間有逆位愚者，雙方對對方嘅真實感受或者身份定位係非常之唔清晰，係朋友、家人定情人，大家都唔太清楚。而另一個解讀手法就係串聯，意思係將相近信息嘅牌組組合一齊解讀。例如喺環境嗰層嘅互動牌係太陽，而太陽同權杖八同樣有熱情同主動嘅意思。對比起問卜者自身比較內斂嘅月亮牌，喺呢段關係上面，對方係比較主動嗰個。而喺理性層面嘅互動牌係寶劍十，同問卜者自身嘅寶劍八呼應。寶劍十喺呢度可以解讀雙方嘅關係唔被大眾看好，或者基於現實層面嘅原因而無法走近。寶劍八可以形容問卜者一個受困嘅狀態。串聯兩張牌一齊解讀，以上嘅負面想法可能比較係問卜者自己嘅諗法，而對方未必有諗到所有嘢咁負面。想學好占卜，理論係初步，實戰先係王道。報讀懶仔嘅塔羅占卜課程，可以學習更多占卜實戰技巧。